中国车入来吼，我感觉台湾的系列的吼，所有的系列的讲伊有够俗啊，俗甲会惊人啊吼。等于就是吼超过你的迄个你一般的市场的行情啦。迄行情哦差太济哦。哦，等于我头讲过吼，迄个中华汽车用 MG 即个入来的时阵哦，我伫台湾都卖甲下叫，伊是安怎？伊个性价比足悬的有时安怎较性价比较悬？因为迄个零组件有够俗啊！吼，咱讲实在，因为大陆今年吼，咱乘用车是差不多2400万至2700万台，遮尔大的市场，当然伊的所有的零组件拢足俗的。比亚迪我讲哦，比亚迪的问题就是讲伊的问题就是因为伊的迄个扩充足紧的吼，足紧的经营之下，我头有讲过，就是讲伊本金来讲，伊的应付账款是非常的悬。等于就是讲伫财务报表无法度凸显讲伊的负债足重的。那比亚迪咱讲实话啦中共是敢若比亚迪其实咱头仔讲过迄个 MG上汽啦有足济迄种虎视眈眈。咱台湾的汽车工业我感觉咱还是爱需要，因为伊等于就是关的可能几十万人的迄个等于生活，差不多，这对咱的国家的等于就是安定啦、经济啦有足大的。其实咱咧讲这个中美的迄个谈判，咱即摆就大家带咧等啊，就是讲美国车入来的时阵是毋是零关税啊？迄个货物税是毋是拢提掉啊？大家安尼有人就伫算讲特斯拉后摆入来即摆170几万变做140几万，这大家就带咧等啊！所以讲美国车要入来即种的拢关键的物件入来。介绍落较遮低大家就带咧等啊！中国入来我看是错赛啦，实在已经会足严重。你也讲特斯拉一寡供应链其实嘛是拢咱台湾，所以其实咱无一定讲有的人敢若讲看讲咱迄个政府因为咱台湾市场本来就足小，你要有这个品牌出来，其实是困难的。毋过咱会当伫这个培养这个产业的这个过程来讲，我会当做一寡足关键的、一寡足重要的零组件。敢若晶片这种。嘿，但这是咱会当咱台湾会当来做的。咱会当做用讲，我一寡遮重要零件，不止你特斯拉用，甚至你比亚迪嘛是需要我。这安尼咱台湾问题咱重要。但电动车内面，咱台湾有啥物物件、啥物零件，会当甲这个伊的尺寸甲定调的，敢有这种物件？你也真正照伊安尼讲，一方面就第一个就是讲晶片的部分啦。你晶片像特斯拉伊的上重要这晶片部分，就是咱台湾做的啊。比亚迪虽然讲应该是无啦，毋过一寡关键的，因为以台积电伊的所谓的电阻 IC 的迄个全球产量这个部分，它已经市占超过50%。所以意思，我相信讲比亚迪内底一定会用到，一定有用到的。因为一台电动车内底，咱的电子零件要真千真万的，所以内底一定嘛是有咱台湾做的电子零件。只是讲你要安怎去确认这个部分的物件啊？这个重要的零件也是啥物货？咱台湾会当来做管制，还是管理，甚至我会当有这个讲真正讲，知影讲就像咱即摆讲，知影讲迄个 KYC。你要知道你的客户是到哪边去，那也许这个部分是另外一个角度。